宜兰东山乡公所伫咧旧河道有咧经营电动船，不过长度敢若1公里，差不多是25分钟。地方希望这条航线会当救去到水火洞迄个观光地点。不过县府表示，这段航线敢要开放给公所，还阁爱讨论。 这电动船由东山河、东山乡公所伫旧河道兴建码头经营电动船航线正侪年，当年差不多吸引5万的游客。按过规航线长度敢若1公里，航程差不多25分，规模无大。定向县政府争取开放航线，延伸到出名的景点水火洞园。如果说有办法呢，从我们东山河旧码头来到我们水火同源这个地方的话，第一点呢，它的整个 游程的整个内涵深度会提升。那第二点呢，游客从东山河来到我们水火同源这个地方，也能够促进我们就近商圈的发展。既然为咱客来就讲伤短啦，摇头无为啦。 水火洞园水中出火景致，即卖已经打造成亲子公园，也吸引不少游客。顶希望透过延伸航线，加观光效益扩大。伫附近的店主因嘛拢真赞同。 如果来延伸到这边来，稍微远了一点哈，可是这里如果有的话，那更好。不过，目前县政府当地办理东山河航运委外案，虽然经过2届招商拢流标，县政府也是决定重开，向竹山市争取可行性评估经费。有关东山乡公所建议把旧河道的航运延伸到水火同源这个部分在 东山河整体河段未委外之前，县府正在讨论是否能够提供给东山乡公所来经营。因为委外案定开了后，也需要1年外的时间才当完成。这段时间是不是开放航线，和东山乡公所、县政府表示内部还搁在讨论。记者采访报道。